发嘛对看的故事。学生甲我讲一个趣味的代志，伊要甲人订婚，专工转去庄骹，甲因阿嬷报告。阿嬷问伊讲：“啊，恁当时要对看？”阿嬷，即阵无人咧对看啦。哪会安尼？今卖的查某人，毋着比阮古早较惨，人阮古早还阁有通对看一个。通知影要嫁是生做圆也扁，恁连对看都无，真侥幸哦！听到这个古锥阿嬷讲的，我想起另外一个朋友因老母发姆啊，捌甲我讲伊查某囡仔时代甲人对看的故事。发姆啊，因兜是伫过年咧开碰鞋店，专卖赤碰鞋衫的线料。发姆啊，做查某囡仔的名是青鞋，就是青的碰鞋的意思。青鞋因老爸是真国币的生意人，三个查某囝，大汉的号名红线。迄阵有广东戏配下门话咧搬，戏的名就是红线女。伊看下了，转去就甲拄生的查某囝号甲主角同款的名。第二个是紫棉，青色摆上尾的。大姐红线要做人的时，煞无人牵红线，甲店内的小贵兼店员恋爱。老爸想讲家己也无后生通接，就甲红线招红，店员查因的线变头家。紫棉伫客运的巴士做车长，拄好有一个国校的先生，逐工通勤，拢专工坐伊一帮，就去甲着啊。厝边头笑讲，碰鞋店迄个甜丁啊，上介好心，家己无添个半个丁，简单炒饭人无某。专咧替人传新妇，佮讲好心有好运，因查某囝拢免了甲一仙毋人钱，家己甲翁找好好。这款话半口说，天龙伯啊袂堪得，青色管甲真严，惊伊外口拍拍走，佮互人告去，惊着爱青色照步来，莫佮互厝边斗偷笑，下死下精。青色本来就是避暑的查某囡仔，爱美伫房间用十花怪色的鞋仔线遮伊少女的面貌。因阿爸甲伊买真侪日本的武器，拢是赤碰鞋衫的好样相。伊会晓伫碰鞋衫顶赤枪、赤鼓声宝厝、赤火车，有时吊伫店里做见本，啥人客买碰鞋衫。亲像这款兴趣的青色，生本就不爱出门，免哪会家己去甲人恋爱。到青色21岁，伫迄个时代，这是教色的年岁，知影青色无甲人咧行。都毋通报啊，来咧行搭。头一个是报开百货行的头家仔囝，人生做真软正，阁是厝里的孤囝。想要娶一个骹手美丽、欠脚的某，后摆会当换迄间店。青色毋是款卡小，双方面拢袂下输，连对看都无，就准拄好，无输赢。台湾传统的唔人报啊，有一个职业癖，若有人用伊，
这个唔能咧，无参加到，的确唔情愿放手。这个无介意，就换找别个。这款精神是现代做服务业的应该好了学的。头回做无成，随着过来报第二个，是市仔内猪肉店的后生，人生做大苦背，看起来欢巴巴的款。连添丁啊都惊，过来讲是公务人员，煞是一个警察大人。添丁啊，自来就讲做警察是危险工课，这度的甲运转手伊拢无爱，讲是要互青师家己看家己警，到尾拢是老爸意见较侪过鸟门，就安尼，唔通报啊，讲过5-6个。连对看都无，就去互添丁砍扰起来。